今朝一个大进来再出发，但伊到了大瀑布去白相。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，属于风雨特别红，不过再红啊，没所谓天平山的红。总结一句话，外国没中国嗨，鱼皮之海，登看瀑布。我胆子也这个潮潮得不得了，上面有后视群文，下头波涛汹涌，我们是刚刚死的。真的不愧是美国铁道记者，世界3大跨国瀑布之一。哎呦，后头这追求啥来着？90年之前，新冠女人毛莉莉·梦露拍着一本同名电影，从18cc 的明星这边人工当红巨星。今朝我到那里1号神明的地方拍个视频，飞得走起阿伟一步登天啊！阿爸，你现在做白日梦的本事越来越大噻。对，4年之前，美国对我讲起来还是相当唏嘘。一改困境，梦想成真。从河浪向的彩虹桥追过去，对过就是加拿大，美国加拿大6140公里边境线。福斯邦，美国墨西哥2000公里边境线，甚至一路上升，上个代理穷。北面的加拿大是大的旁切旁部的发达国家，南面的墨西哥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，人穷气短，国家看不起，朋友看不起，邻居看不起，兄弟姊妹看不起，子女看不起，连爷娘看不起。简直是人夜下来就是一副水里眼。看看挨着温情脉脉的彩虹桥，再想想南面的墨西哥。听说搿面个元气娘娘洋山人，爬也爬在边境线北面，随时为着自家的后代，夜下来谁能成为美国公民？来彩票门前，啥个国家了、民族了、亲情了、语言了、面子了、底线了，统统一旦赶狗死。